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嘅 Henry， 今次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咧，就半山1號半山徑37號嘅一個高層單位啦。咁呢個單位係一個4房2號嘅設計，2梯1戶，連埋工人房，實用面積咧就有1746尺嘅單位嚟嘅。咁目前做緊買賣，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睇下。咁之後我哋就去客飯廳嘅位置。可以見到啦，客飯廳連接住露台同埋一間睡房，而且咧客飯廳嘅空間真係非常之闊落，足夠擺張 L 字型嘅梳化同一部大電視，咁就非常之適合啦。然之後我哋去到露台嘅位置，露台望向東北邊嘅景觀就非常開揚，而且咧最重要嘅係下面仲望到半山1號嘅藍鑽石庭園。可以見到啦，呢個庭園嘅設計真係非常之氣派嘅。咁然後門口右手邊就係廚房啦。咁廚房嘅空間就比較方正啦，而且咧都配備咗一個 Mila 嘅焗爐同埋雪櫃，而且咧露台都可以望到東北邊嘅景觀。喺廚房嘅側邊咧，就係工人房啦。咁工人房都係一個較為方正嘅設計啦，而且咧都配備咗工人廁。咁然後客飯廳嘅左手邊就做一間睡房。睡房咧都係一個較為方正嘅設計，容易擺放家私嘅，而且窗口望出嚟係東北邊嘅景觀，隱約望到藍鑽石庭園。咁然之後呢一條走廊咧，就連接住3房2套同埋一間嘅浴室。咁首先我哋睇到浴室先。咁浴室咧就方正嘅設計啦，而且咧有一個嘅浴缸喎，空間都非常闊落。然之後左手邊嘅第一間房，一間套房嚟嘅。一個較為方正嘅設計啦，窗口望出係望向西南邊嘅景觀，景觀就非常開揚。然之後去到套廁一個旗杆設計。而且咧，佢呢度有乾濕分明嘅。咁呢間睡房咧，空間足夠擺張雙人床，窗口望出去，同樣都係西南邊嘅景觀，望到愛民邨，而且咧仲見到未來發展緊嘅首航站。之後右手邊就係主人房啦，可以見到啦，主人房嘅空間真係非常之大，空間咧足夠擺一張3邊落床之餘咧，都足夠擺張梳妝台、衣櫃，而且空間都仲係綽綽有餘嘅。同樣出面開揚嘅景觀，望到海景。最後睇埋主人房嘅浴室啦，咁浴室同樣都配備咗旗杆同浴缸嘅設計，浴室就乾濕分明。好啦，我哋今日睇住咁多先，如果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69077297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